一一介绍了，因为时间30分到了，就要交给我们的帅哥律师，请他来演讲。谢谢各位，谢谢。好，可以哈，那我这边就接着开始上课哈。那一样再跟各位宣导，有吗？可以吗？大家都听得到我声音哈？可以。好，那一样哈，我再跟各位告知一下哈，等一下我在讲投影片的过程，或者是我切换过去哈，切换过去投放那个新闻画面的那个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你看不到我的内容啊，或者是说针对我的投影片，我在讲到哪一个段落的时候，你觉得我刚好有一个问题哈，我想要提出，我想要问，那你就随时把你的麦克风打开，然后出声音说，老师我有问题，或者老师我看不见，我看不到，好，随时打开你的麦克风，那你就发言，那这样我就会听到。好，你用打字的，或者是用它那个什么举手功能，因为我等一下我这边主机的画面我会切换去投影片，所以你举手或者是你留讯息我会看不到，好，我会看不到，我不会随时切过来摄影机这边看。好，所以你们要注意哈，如果等一下有问题的话，那你就随时打开你的麦克风，那出声音发言让我知道。那现在大家都有看到我这个准备要播放的这个投影片今天要来跟各位谈的主题这个希望从这个比较浅的地方去切入去着手，我们想谈一个关于继承的问题。那我不晓得说这个各位在这一堂课之前对这个法律规定继承的一些概念有没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或者是说除了这个继承之外你生活周遭常见会有很多法律问题你们对这些各式各样的法律问题有没有一些基本的认知？你可以看到生活上常见会有哪些法律问题？很多包括你从你生活这边开始着手生活最常碰到的什么？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个层面都会有它的问题，像是什么？有买东西嘛，消费关系嘛，你可能买到的东西不能用，买到的东西坏掉了怎么办？或者是说上网买东西网拍买到假的东西，或者是你付了钱，别人没有把货出给你，怎么办？你要怎么救济？还有什么租赁关系，你跟人家租房子或者是你是房东，你把房子租给房客，现在最常见的碰到什么？二房东坏房客嘛，常常有这种状况。二房东会怎么样？你跟他租房子，二房东会用各式各样的名义跟你去涨租金东扣你一点钱，西扣你一点钱你如果本身是房东会碰到什么？二房客嘛，二房客会干嘛？把你的里面欠租金不还把你的把他承租的房子破坏的乱七八糟啦或者是说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退休，还有工作，跟雇主在有工作的过程，现在有什么疫情的影响嘛？那疫情影响的期间，雇主可能怎样？不管要你加班也好，或者是要放你无薪假也好，这些事情会不会产生法律关系？都会或者是你骑车去买菜，路上碰到车祸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面向都会产生它的法律问题我今天因为这一次的主题这个主题只限于继承的部分，所以我开个头让你理解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外面有开设课程或者是你们对我上面写的这几个法律问题哪几个层面你们有特别的兴趣想要了解你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这个教会反映，可以跟老师反映老师呢可以针对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去给你们开演讲你们对那个主题开了演讲之后，可能对里面的内容呢就能有一些基本的认知那我们来看今天主要着重的部分今天主要着重的部分在哪里？在这个第2段里面的这个婚姻家庭关系，我们要讲婚姻家庭关系里面的什么继承跟遗产的规划。老师，是你说有简报可以看吗？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简报没看到简报内容？对，等一下我刚刚有投影呢，投影失败吗？因为好，其他同学好像有人也没看到。对，这样有没有？对，有了。有吗？有了，这样才有，谢谢你。这样有，刚刚没有，是不是？对，就全部人都没看到。好，简单的我重新带一下刚刚讲了，这第一张投影片主要跟你们介绍有各式各样的法律问题的产生包括我刚讲的生活层面的法律问题，还有我们今天要讲的注重的重点，婚姻家庭部分里面的继承跟遗产规划。我这边有你那个同学想要拍照或怎么样截图都可以这边有各式各样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呢，都跟你的生活切身相关。你们以后如果对哪一个主题因为这每一个主题讲下去我跟你讲2个小时、讲3个小时都讲不完。
每一个主题都有它各自可以再去了解、可以去深入的部分。那你们如果对哪一个主题特别有兴趣我们今天讲的是继承跟遗产规划。如果你们对其他的主题有特别的兴趣，假设外面有开设演讲的话，都欢迎你们去听，或者是老师，如果你们特别有兴趣的，也可以跟老师反映，老师会帮你们安排去找其他的可能专家啦，或者是怎么样，再安排其他的讲座给你们听。好，那我们就介绍，正式切入今天的主题跟继承还有遗产规划有相关的这个主题。讲解继承跟遗产规划之前呢，要先让你们对婚姻家庭关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婚姻家庭关系最常见的法律问题是什么？离婚跟继承嘛。讲继承之前，要先带一点离婚的概念。为什么？继承发生的时候，你们都知道，继承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东西要安排？会有遗产要安排嘛？遗产要安排给谁？抱歉，老师，您的简报又不见了。为什么我一切换它就会不见？是不是？对，现在没有吗？对，每个同学都有没有看到的同学？有看到的同学出个声给我好不好？一直都看不到刚刚有简报，而且画面太小。有简报，简报。我这边讲一下简报不见的原因是刚刚有同学好像按到接管我的简报的画面所以导致本来的那个画面不见了。所以等一下同学，对，等一下同学操作的时候注意不要按到分享简报，因为你按到分享简报会把我的荧幕切走，这样可以吗？简报都看不到现在有吗？现在有吗？对。等一下，同学注意你们不要按到那个系统上面，它有一个把简报的权限切走的画面。如果你们按到那个，就会变刚刚一样，我的简报的权限就忽然被拿走。那等一下一样如果有同学不小心按到的话，你们看不到简报随时跟我反映，好不好？好，谢谢。好。那我刚讲到继承发生的时候，第一个会涉及到的问题就是遗产要怎么安排的问题嘛。那你的遗产如果没有安排好，会发生什么问题？你来看下面有2个很有名的时事的案件，一个是跟艺人罗佩颖有关，一个呢是跟知名的这个节目制作人邱黎宽有关。你来看看这2个新闻画面在讲的内容又有人按掉了。来，我现在我要帮你们切换到影片的画面。你们现在看得到我电脑操作的画面吗？我准备要放影片给你们看。可以那第一个给你们看的是艺人罗佩颖艺人罗佩颖的实施案件。老师，来，请说。不好意思，抱歉可不可以先让那个阿卢先讲解一下，因为刚刚一开始忘记让他讲解，好，来怎么样？请说。有一些课程的注意事项，等一下好，来，会被分割出去。好，来，你先切回去，没关系。阿卢在吗？等我一下好。等一下，阿卢。同学好，刚刚上课前还没有跟大家讲一下课前要注意的事情。就老师，我们这堂课就是因为我们我们还有下一场7月7号还有第2场的也一样是法律讲座，所以呢会有一些同学可能这堂课并没有上到课，所以我们有同步在脸书有直播。那请同学就是如果自己的脸像没有要录进来的话，可以关掉那个视窗，然后就做一个这样的提醒。好，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老师。现在有看到我分享的那个电脑画面吗？有啦有。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则时事第一则时事是艺人罗佩颖的这个时事，你们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简短的这个新闻的画面。15号才办完后事，由哥哥罗青和闺蜜们陪着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而罗佩颖生前留下台北和上海共5栋房产，总价值4亿元，庞大遗产将由94岁的妈妈继承。
因为未立遗嘱，根据民法规定，罗佩颖未婚没有小孩，所以单一继承就是妈妈。先前外界猜测，为了避免庞大遗产税，94岁的妈妈很可能会直接抛弃继承，直接交给罗佩颖的2个哥哥继承。不过律师给了答案。妈妈抛弃继承由这个哥哥这个2个继承会比较划算的，其实也不一定啊。妈妈本来还可以扣除123万扣除，也没办法扣除，所以其实从税的角度来看，也未必是要抛弃继承。按照法律规定，如果父母继承遗产有特别扣除额，每人123万元；如果是兄弟姐妹继承，反而没得扣。另外，也有人担心罗妈妈已经高龄94岁了，将来如果继承给儿子，等于遗产税可能被剥2层皮。法律上如果说今天妈妈过世后，这4亿元自己交了一笔遗产税了，法律上规定在5年内已经课过遗产税的这个财产是不用再课遗产税。目前罗佩颖在上海的房产已经在协调找家人过去交接，同时罗青也说家境很富裕，不用担心遗产税，100万丧葬费也由大哥罗青来支付，不让亲友们担心。TVBS 新闻肖明正审讲报道。来，同学有看到刚刚的新闻画面跟听到声音吗？有哈，都清楚了哈。对，好哈，那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你刚刚看到的这个艺人罗佩颖的新闻哈，它里面讲到几个主题啊？艺人罗佩颖留下来多少钱？留下来，他刚讲留下多少？4亿嘛，对不对？留下4亿之后，后面马上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你4亿的遗产留下来，国家马上要干嘛？遗产税，国家马上要跟你对，没错，国家马上要跟你课税嘛。现在有看到投影片哈，我切回来投影片。有，好，国家马上要跟你课税哈。那刚刚律师讲了一个重点，罗佩颖生前哈并没有立遗嘱，因为这个事情是突然发生的嘛。他忽然因为这个身体疾病的关系哈，在家里啊人就走了，过几天之后才被发现。过世人走了之后，他也没有留下遗嘱，那我们怎么分配他的遗产？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去分配。等一下会跟你们讲法律规定的方式是什么，你先有一点基本的了解就好。法律规定的方式是什么？要看他名下有哪些继承人。那罗佩颖呢，因为没有小孩，所以他的继承人呢就变成是他的第1顺位的继承人，对，妈妈就变成是他的妈妈。啊，刚刚讲妈妈几岁？94岁。对。妈妈继承给妈妈的时候，她的4亿绝对要缴遗产税。遗产税现在的免税额只有1200万，你超过1200万，其他的通通都要缴遗产税。所以这个遗产税一磕下去这不得了，绝对是几千万以上，几千万的遗产税妈妈已经94岁了，继承这个4亿的遗产，缴了几千万的遗产税。如果妈妈超过5年之后才过世呢？律师刚讲了一个重点。5年之内，如果你过世，对，5年之内不会重复课税嘛？那如果妈妈长命100岁嘞，过了5年100岁之后才过世，再转到小孩子身上，转给小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又发生一次遗产税？对，为什么？因为罗佩颖在生前没有把他的遗产做好规划，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税可以省？没有办法，你只能照法律的规定，去安排你的遗产要怎么分配，法律怎么定，大家就怎么走。那以罗佩颖的案子来讲，会发生什么事？高额遗产税的问题嘛。如果你事前有规划好，可能不会有这些遗产税的问题啊。如果没规划好，发生给妈妈的时候，课一笔遗产税，超过5年之后，妈妈才过世，妈妈再把罗佩颖的遗产由小孩子罗佩颖的大哥或罗佩颖的兄弟姐妹继承的时候，又会发生一次遗产税的问题。他刚刚有提到一个点，他说律师讲了什么？律师还讲到一个点，说给妈妈继承虽然会有2次遗产税的风险超过5年之后嘛，有2次遗产税的风险，但是未必也比较不好未必会比较不好。为什么？因为妈妈有扣除额可以用。为什么会有这个扣除额？在计算遗产税的时候如果今天的遗产的继承人是这个死亡的人生前抚养的对象的时候，国税局呢特别给他一个优惠，我可以在遗产税上面做一些扣除的动作啊。如果你有抚养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又刚好是你的继承人呢，他的扣除额一个人可以用100多万。但你要想扣除额可以100多万没错啦，但是罗佩颖的财产有多少
有4亿啊，嗯那个100多万的扣除额对4亿的价值减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吗？完全没有嘛，你就等于是什么类似4000块跟1块这种比例，你去用那个扣除额去期待那个扣除额能帮你节税，不要想了哦，不要想了。好，这个是艺人罗佩颖的例子。那下面这个例子呢，知名节目制作人邱黎宽的例子。邱黎宽发生什么事情？邱黎宽他的恩师啊，有一个同样是在电视节目界有一个叫裴祥全的一个也是制作人啊，这个制作人也是一样没有小孩啊，他过世了之后呢，他有他的遗产想要规划，想要给他的什么？给他的这个子弟兵嘛，想要把这个遗产给子弟兵啊，一样，这个恩师想要把上亿的遗产给这个邱黎宽，但是呢，这个恩师底下的其他的继承人就怎样，就有意见了嘛，就不答应了嘛。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下一个新闻报道哈。可以有看到我的电脑画面有。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新闻报道哈。当时出现资深制片裴祥全的名字，让全场气氛哀戚。他曾经在这个片推出4促成林青霞和凤点点那个声足细，我无看到面。我就没有看到脸了，我就把它关掉脸了。这里去下。老师，这视频有声音吗？没有声音，没有电脑好小。老师在切换呢。老师，这视频没有声音因为老师还没切好啊。这个没声音吗？对，你们有看到荧幕，但是没声音哦。对，可是声音好小，小到完全听不到。声音很小，是不是？对。好，等我一下哈。视频上面的麦克风没打开。来，我帮你把声音调大哈，等我一下。这样有比较大声吗？有吗？这样可以听到声音吗？还是也是很小声？还是很小声。啊，刚刚那个是大声的，这个是小声的，是不是？刚刚那个完全没有声音。刚刚那个不是我说第一个影片哦，第一个影片也没声音吗？第一个影片是正常的。然后第二个这个影片才没声音，是不是？对对。他这个我看一下哈。这个听不到。好，等我一下哦。他这样子，等我一下哈，我重新切换一次哈。教室右上角的麦克风没打开。这样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好，那看看影片的声音哈，我重新切了一次。有比较大声吗？麦克风没打开。有比较大声吗？还是一样小声？还是小声。教室的右上角麦克风没打开。还是很小声，是不是？我麦克风已经开了，这边都开了，这边麦克风都开。你说右上角这个吗？对。这个不是麦克风，这个是那个另外的语音搜寻的功能。影片它应该是影片本身的问题啦，应该是影片本身的问题。那没关系我大概跟你讲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一样这邱黎宽跟他的老师他们2个人呢开了一间公司。那这个老师呢，因为自己跟公司的人比较亲密老师因为跟公司的职员还有包括他带出来的这些子弟兵关系比较好，感情比较融洽，所以他过世了之后呢，他名下还有1亿多的遗产。这1亿多的遗产呢，这个裴祥全这个老师不想要把这个1亿多的遗产分配给自己的家人，他想要把这个遗产拿来干嘛？照顾他的公司。所以这个
恩师这个裴祥全呢，他就做了什么事？他立了一个遗嘱，遗嘱的内容要干嘛？说我名下的财产30%的部分要给邱立宽，30%以外70%的部分呢，我要给谁？我要给我的公司，好，照顾我公司的那些员工，希望公司可以永续经营下去。好，这个老师这个裴祥全做了这样的遗嘱，结果呢，被他的裴祥全的家人告，为什么？裴祥全过世了嘛，我是他的家人啊，那我理所当然认为什么？我的家人的财产为什么是你们这些外人来继承？你今天外人拿了一张遗嘱出来跟我说你要继承这些遗产，我是家人，我当然怎样反对嘛？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怎样侵害我的权益嘛？所以这个老师的家人呢，就来告邱立宽，来告邱立宽的公司，告什么？老师的这个遗嘱有无效的事由，所以你邱立宽，你公司都不能拿我裴祥全的任何一毛财产，这些财产应该要给谁？这些财产应该要拿回来给我这些裴祥全的家人，我们才有继承的权利。好，这两个例子是之前发生在社会上的很有名的跟遗产跟继承有关系的这个社会事件。那这个案子呢，邱立宽的也好，或者是罗佩颖的也好，罗佩颖的当然妈妈就继承下去了，就没有发生其他的争议。邱立宽的呢，官司还在打。还有后面呢，我们等一下还会跟你们介绍一个谁，长荣，现在很有名，长荣航空张荣发嘛，之前过世，现在看得到我投影片吗？有好，等一下我们还会跟各位介绍长荣那个张荣发的例子，张荣发发生什么事？等一下课堂的结尾我们再用张荣发的例子来跟你们带下一堂课，你们要进一步去了解的遗嘱要怎么制作。前面只要先知道当继承这一堂课的重点你只要知道继承发生的时候只要知道继承发生就是人过世的时候啦，发生遗产要怎么继承的时候，大概法律上会有哪些你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知道了这个之后，下一堂课我们再来讲遗嘱的制作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制作。好，那刚刚2个新闻片段给你们看完，为什么这边忽然插进来一个点写夫妻离婚？为什么？因为夫妻离婚这件事情代表2个人的婚姻关系怎样解消嘛？我以前是夫妻，离婚了之后就不再是夫妻嘛。夫妻离婚这件事情造成婚姻关系解消，不再是夫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财产要分配。什么财产？夫妻的剩余财产分配。对，为什么夫妻的剩余财产要分配？因为以往男主外嘛，女主怎么样？内嘛，女主内很多这个台湾的女性，她们这个从小的观念，也不是说从小啦，结婚之后的观念是什么？我要把家庭安顿好我要把小孩照顾好，我要把我先生把我老公怎么样照顾好，让他可以安心在外面工作，所以就做什么家庭主妇，全职的家庭主妇。当你做全职的家庭主妇的时候，你会有额外收入吗？有没有哪个人说，我老婆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我每个月给她几万块的薪水，有这种事吗？没有嘛，几乎没有嘛。全职的家庭主妇有薪水可言吗？没有嘛。那全职的家庭主妇如果没有薪水，今天如果发生离婚的时候，会造成什么结果？全职的家庭主妇50岁了，结果跟先生离婚，那你觉得50岁离婚去外面找到工作吗？找不到。对，绝对找不到工作。所以当初在立这部法规的时候，在立民法关于离婚的篇章的时候，立法者考量到这种状况，认为说这种时候已经常年结婚之后离婚的这种状况，太太如果因为离婚的关系，以至于必须要独立出去工作或独立出去生活，会导致什么？太太会谋生不易。所以为了考量这样的状况，立法者制定了一个叫做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剩余财产分配是在干嘛？感念太太或者是先生也好了，两方中的任何一方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的期间之内对这个家庭的付出。虽然你没有钱，你没有拿薪水，但是因为有你们2个共同照顾这个家庭，太太也好，先生也好，2个人共同照顾，共同支撑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的总财产可以不断的上升，生活品质越来越好。你们2个对这个家都贡献了相当的心力。所以剩余财产分配是用来干嘛？用来评价
你们两个人的付出的为这个家庭付出的贡献的心力。好，举例来说，结婚的时候，先生太太名下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结婚了之后，两个人共同打拼的过程呢，可以干嘛？买房子嘛，有存款嘛，买汽车、买机车、买股票嘛，生活品质越来越好嘛。当生活品质越来越好的时候，这些财产登记在谁的名下？假设登记在先生的名下。先生跟太太结婚，这些财产都登记在先生的名下，造成先生的财产什么？价值越来越高。从我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到后来准备，现在因为吵架要离婚了，先生名下已经有多少？1000万了。先生名下总共有1000万，太太呢？全职的家庭主妇，有钱吗？没有钱嘛。太太1毛钱都没有，先生有1000万。离婚的时候，如果先生带着1000万就走人，你觉得这个事情公平吗？不公平嘛。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先生把财产通通登记给太太，太太呢做家庭主妇没错，但是太太名下有1000万财产的增加。离婚的时候，先生1毛钱都拿不到，你觉得有道理吗？也没道理嘛。为什么？因为先生在外面是工作的人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剩余财产分配这个权利的发生。这个代表什么？剩余财产分配代表什么？夫妻分配制。对，夫妻分配制，夫妻的财产要做一个结算。怎么样结算？先生名下财产的总额有1000万，去看太太名下的总额。太太如果名下什么都没有，就是0元。1000万到0元的中间，总共有多少差额？1000减0嘛，1000万的差额嘛。这1000万的差额要怎么分配？要一人拿500万走，这个叫做剩余财产分配。如果先生名下有1000万，太太呢，先生也放了一些财产在太太名下，先生名下有1000万，太太名下有200万，1000万跟200万的差额是多少？800万。剩余财产分配就会去分配这800万的权利。800万，太太有权利拿走一半，400。先生呢，就要从这个800里面另外去提拨400给太太，所以太太的200加上可以分配到的400，加起来就有600万。先生名下有1000万的财产，扣掉400要给太太，先生就剩下600的财产。所以离婚的时候，两个人会各自有600的财产，这个是剩余财产分配的概念。有人说，老师今天不是讲继承吗？为什么要讲到剩余财产分配？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因为在继承发生的当下代表什么？先生太太有一方怎样过世嘛？当先生跟太太有一方过世的时候，代表什么？他们的婚姻关系有没有消灭？消灭了，对，消灭了。因为先生跟太太过世了，你会跟死亡，我们这个传统民间传统习俗有那种冥婚的概念但法律上有承认冥婚这种概念吗？没有。法律上认为人过世了，婚姻关系就会消灭。当婚姻关系消灭的时候，它就相当于离婚的时候，所以当今天继承的事实发生的时候，也会发生我刚刚讲的跟离婚一样剩余财产分配的问题。太太有权利，或者是先生有权利，先要求两个人之间婚姻关系在缔结婚姻关系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所产生的财产要做一个初步的结算。结算完了之后，剩下来的钱才是遗产分配的内容。你可以先看我们先看后面这张投影片，后面2张，等我一下这一张遗产分配的秩序。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剩余财产分配的概念？因为当先生或太太有一方死亡的时候，就相当于刚刚讲的有离婚的状况发生。当有离婚状况发生的时候，先生跟太太之间的财产就要先进行一个剩余财产分配的结算。太太或是先生有权利先要求分配我们两个一直支撑这个家庭一直以来我们两个所赚的收入，我要先做一个平均分配的动作。平均分配完了之后，太太这一方或是先生这一方平均分配完之后，剩下来的那个钱才是遗产分配的范围。这样子，所以你知道继承发生的时候，如果今天是有配偶的人，先生或是太太其中一方过世的时候，
在有配偶的人过世的时候，一定会连带发生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问题。剩余财产分配有什么好处？让活下来还生存的那个配偶可以怎样？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财产嘛？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先清算，先结算，结算完拿走一部分之后，剩下来的那一部分才到遗产的范围去分配。那遗产要怎么分配？遗产要照顺序分配。怎样照顺序分配？配偶一定是继承人之一，除了配偶之外呢，底下其他的人要照顺序来判断。哪些顺序？第一顺序是你的小孩子，直系血亲、卑亲属啦。从你这边出生的，我们把它叫做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比你小的后代，那个叫卑亲属。所以我们的第一世代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是谁？我们的小孩嘛。啊，第二世代的直系血亲卑亲属嘞，我们的孙子嘛。所以继承发生的时候，有权利第一继承的人是我们的小孩。如果今天我过世的时候，我名下都没有小孩，才会轮到第二次序的人去继承。第二次序是谁？父母。以此类推第三次序是兄弟姐妹，第四次序最后一个次序才是祖父母。所以你从这一张投影片，你就可以了解，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我们要先检讨什么？他有没有配偶？如果他有配偶，配偶无论如何一定是继承人之一，并且在他有配偶的情况下，配偶可以先要求什么？先分配我们两个在结婚婚姻存续的这个当中，我们两边各自对这个家庭的贡献。我要先把对家庭的贡献结算完之后，下一个阶段才进到遗产的分配。当一个人过世，他留有配偶的时候，遗产就应该要照这样的次序来分配。把配偶可以拿的剩余财产先剔除掉之后，再下一步再来看配偶跟其他哪些人共同继承。配偶跟哪些人继承呢？会影响什么？会影响遗产分配的比例。会影响遗产分配的比例。分配比例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们回过头来讲继承的跟继承有关的最后两个，也不是说最后啦，这个比较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的法律观念。现在以前的人都会想，父亲欠钱谁要还？小孩子要还。你父亲欠100万，小孩子就要还100万。以前的观念，以前的法律规定是这样子，造成什么结果？造成很多人父亲上一代的人过世之后，祖父母父母都好，上一代的人过世之后，结果呢后面留下一大堆账，导致什么？小孩子还没有成年就背负一大堆债务。为了解决这种不合理的现况现在已经把父债子偿这种观念怎样彻底废弃。现在没有父债子偿的观念。现在所谓的父债子偿必须要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你的爸爸有留遗产给你，才有父债子偿的问题。如果你的爸爸你的上一代人连半毛钱都没有留给你，但是欠了100-200万、100-2千万的债务，我请问你，没有任何遗产的情况下，你要去还这100-200万吗？不用现在法律的规定不用，你继承到多少，再拿多少去还就好。如果你1毛钱都没有继承，那抱歉，你1毛钱都不必还。债权人找你讨钱，那个是债权人自己的问题，在法律上你没有义务要还他半毛钱。为什么？因为你的爸爸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给你。这个是现在新修正的法律的观念。以往那种父债子偿无限清偿责任这种概念目前已经彻底被废弃。现在的法律呢没有采纳这种概念。那后面继承的时候有哪些程序要办理？像邱黎宽的案子不是邱黎宽，像那个我们第一个罗佩颖的案子，继承的时候有哪些程序要办理？他要给他第一顺位，他没有小孩嘛，所以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妈妈。罗佩颖有结婚吗？也没有嘛，所以他没有配偶参加进来分配的问题。所以以罗佩颖的案件来讲，妈妈就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妈妈继承的时候要干嘛？要去跟国税局要申报啦，要缴那个4亿元的遗产税。缴完遗产税之后，你才那个罗佩颖的妈妈才有权利去地政事务所办什么不动产的过户，才有权利去银行把罗佩颖的现金提
提领出来。好，这个是继承发生了之后，我的继承人如果要把那些权利接手到我手上的时候，应该要去办的事情，要去办什么？要去缴遗产税。缴完之后呢，不动产要干嘛？要去办过户。动产呢，存款那些呢，要拿着你办完税、缴完税的这些证明，你是继承人的证明，去跟银行把这个钱领出来。好，那既然继承人可以选择要把这些财产继承下来，继承人可不可以选择我什么东西都不要继承？当然也可以嘛。这个在法律上叫做什么？抛弃继承。为什么有人会想要抛弃继承？第一个，我爸爸虽然有财产留给我，但是他留给我财产只有多少？3万、5万。可是我爸爸在外面欠的债务呢，300、400万、500、600万。我继承那个3、4万块，对我有什么实益吗？完全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继承那个3、4万块，我虽然不用对那个300、400万负全部的清偿责任，但是我既然有拿到3、4万块，我要干嘛？把那3、4万块拿去还给债权人，麻不麻烦？很麻烦。所以有的人怎样？继承事实发生的时候，对，不愿意继承，想要抛弃。抛弃有没有时间限制？有，很重要的时间限制，只有3个月。当你今天知道你的爸爸或是你的妈妈或是你的上一代过世的时候，你有权利可以继承上一代的人的财产的时候，但是你并不想要继承，拜托你3个月之内你要跟法院去办理抛弃继承的动作。3个月内，如果你没有去办理抛弃继承的动作，你就失去抛弃的权利。失去抛弃的权利对你会不会有影响？会有影响。如果你确实有继承到财产，你继承到的财产，你要把它干嘛？拿去还给债务人。拿去还给债务人，譬如说今天债务人有好几个，我假设有5、6个债权人好了，有5、6个债权人，我继承到3、4万块，我就把这3、4万块还给5、6个债权人里面其中一个，我可以这样还吗？不能。法律的规定你要还给谁？你要平均分配。你既然已经知道有5、6个债权人，并且你也继承到这个3、4万块，你要去计算这5、6个债权人他们各自的债权比例。计算出来比例之后干嘛？把你继承到的3、4万块按照比例分给他们每一位债权人。麻烦不麻烦？超级麻烦。对，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继承，想要办抛弃，最主要的道理就在这边。你如果乱还，会造成什么结果？我就把我继承到的3、4万块通通还给里面其中一个人，你乱还会造成什么结果？会造成其他的人本来可以分配得到一部分钱，但是因为你乱还，对，分不到，怎么办？就来告你，就来告你，说什么？你乱还，因为你乱还的关系导致我拿不到钱，所以我要求你要负赔偿责任。所以继承这件事情你要说严重，它可以很严重。你今天如果虽然继承到那3、4万块，你只要还3、4万块没错，但是如果你把那3、4万块拿去乱还，造成其他本来可以拿到的钱因此而拿不到钱的时候，那很抱歉，你还要额外负其他的赔偿责任。唯一把你的赔偿责任唯一要把它避免掉的方式，就是你要去跟法院申办什么？申办限定继承，把遗产清册所有的你有多少遗产会有多少已知的这个债权人，把它写在清册上，呈报给法院。呈报给法院之后，法院会帮你办理公告你的清册。当法院帮你公告清册之后，法院会开始起算6个月的时间。这6个月的时间，如果没有其他人再加进来说我也是债权人，你就可以照清册上面的金额去做偿还。这个时候只要法院有帮你公告，你照着法院公告的清册去偿还，你就不会有额外的赔偿责任。但是如果你没有按照法院公告的清册，自己随便爱还谁就还谁，就会发生我刚讲的，其他本来可以拿到钱的人，因为你乱还以至于拿不到钱的人，通通都会另外来告你。所以你继承下来有钱要还钱，麻不麻烦？超级麻烦。很多人会因为这样，所以我认为什么？我不想要办这么麻烦的程序，什么还在那边算比例，还跟法院在那边公告，我不想走这么麻烦的程序。我干嘛？反正我不论如何我一定拿不到钱，我继承那3、4万块，但是我要还那300、400万，反正我一定拿不到余额。既然我拿不到余额，我干嘛？我抛弃，我什么都不要办，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这个是几个继承的程序跟继承的观念先让你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有基本了解之后，我们现在就要正式进入这个课程的主轴，遗产要怎么分配？遗产要怎么分配？有什么分配的方式有什么分配的限制？这几个遗产分配的观念这几个遗产分配的观念是我们课程的整个主轴。等一下课程还有包括下个礼拜的课程会照这一个主轴来跟你们解释，包括什么遗产分配的顺序，就是我刚讲的，有配偶一定就是继承人，配偶跟小孩子一起继承，配偶跟父母一起继承，配偶跟兄弟姐妹一起继承，配偶跟祖父母一起继承，这个叫做继承的次序。继承的次序会影响到他继承的比例。继承的比例呢，我们在法律上就把它叫做应继分的观念。这个叫做继承的比例，我们把它叫做应继分的观念。除了应继分之外，你们在新闻报道或者是这个报章杂志媒体或者是坊间一些跟遗产规划有关系的讲座，你都会另外听到一个名称，叫做什么？特留份。什么叫做特留份？后面也会一并跟你解释什么叫做特留份。这个特留份跟应继分又是什么关系？如果我今天譬如说像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那个什么张荣发基金会，张荣发过世的时候，他的什么长荣海运嘛，是什么庞大的遗产、庞大的价值。张荣发有没有权利选择我什么航运或什么航空，哪些股份的权利，哪些财产的权利，我要给谁？最有名的就是出去开星宇航空的那个张国伟嘛。如果我今天我预虑自己可能不久人世，我准备要离世了，或者是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我避免我的后代去吵架，想要在他们之间帮他们做一个应继分比例的分配，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怎么分配？我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分配？甚至更进一步，我是爸爸，我是上一代的人，我认为什么？我的下一代根本就没有照顾我，跟我的关系很差，我1毛钱1分1毫都不想给他，想要让他丧失继承的权利，可不可以？如果可以，要怎么做？我们后面一个一个主题来跟各位分享。好，现在讲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想要问的？有吗？有。好，来，请说。刚刚上一页那个抛弃继承的时效性是3个月内，它是以过世的那一天开始算。对，原则是以我这边把观念做一个补充原则是以被继承人就是过世的那个人。你们今天如果亲属关系都有在维持的时候，你爸爸过世的时候，你一定什么第一时间会知道嘛？小孩子一定第一时间知道嘛？我爸爸昨天过世，我今天就知道，甚至我昨天我就陪在我爸爸的旁边，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所以我昨天就知道爸爸过世。知悉继承这件事情，指的是你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你是第一次序，你是小孩子的时候，所谓知悉继承事实，就是指你知道你爸爸过世的时候，那个叫做知悉继承事实。但是刚刚也讲到了继承次序的问题。继承次序，第一顺位是小孩，第二顺位是父母，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第四顺位是祖父母。当小孩还在的时候，父母有继承的权利吗？没有，除非小孩子这一顺位的人通通都抛弃继承，父母才会取得继承的权利。如果父母也不愿意继承，通通抛弃，下一顺位的人兄弟姐妹才会取得继承的权利。次序是这样安排的，次序的安排连结回来抛弃继承的时间点，你就会知道所谓的知悉继承事实，随着继承的次序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知悉时间点。第一次序指的是什么？小孩子指的是你知道爸爸过世的时候，那个叫做知悉继承事实。那下一顺序的呢？小孩子下一顺序是谁？父母。父母什么时候会知道可不可以继承？小孩子抛弃的时候。所以父母知悉的时间点会以小孩子抛弃的时间点为准。下来也是一样，兄弟姐妹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不可以继承？等到他知道小孩子都抛弃了，
等到他知道父母都抛弃了，才会是他知悉继承的时间点。祖父母呢也是一样，他要知道前面3个次序的人都抛弃，才会是他知悉继承事实的时间点。所以你会知道3个月指的是什么？后面这个人知道前面这个人抛弃的这个时间点，3个月内你要去办。以第一顺位来讲，他知道的时间点什么时候？爸爸过世的时候嘛。所以爸爸过世的时候3个月内他可以办抛弃继承。父母什么时候知道？除了那个3个月后，对，本人过世之后，直系血亲、卑亲属也通通抛弃之后的3个月内，他可以办。兄弟姐妹哪时候办？上一代的人过世，直系血亲也抛弃，父母也抛弃，这些人都办理抛弃完了之后的3个月内，他可以办。所以3个月你会发现有一个重点，他只有在第一顺位的时候是从被继承人死掉的那个时间点开始起算，后面每个人的3个月都有各自计算的时间。后面各自计算的时间是什么？前面知道前面那个人抛弃之后，时间才会开始起算，这样懂意思吗？所以3个月只有第一顺位会比较确切可以确定那个时间点，后面顺位的人都会随着前面抛弃时间的不一样，以至于后面的3个月往后递延。这个是抛弃继承3个月的概念，这样有了解吗？了解，谢谢老师。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我继续说了，我们就开始讲遗产分配的次序。刚刚已经跟你们讲遗产分配的次序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前面要老师有问题。来，请说。就遗产继承要几年内办理完成？遗产继承看有没有不动产，如果有不动产，你必须要做不动产的继承登记。如果你不动产一直没有做继承登记，它在土地法上面会有被征收的规定。该做继承登记你没有做，时间到了，国家机关就会选择把它征收走，那其他的有没有一定要在几个月之内把继承登记办妥？有，6个月内你要办妥。6个月内如果你没有办妥，会有什么罚锾？但是罚锾罚的多不多？不多原则上不多。你要注意的时间点是继承登记，假设有不动产的时候，为了避免它被收归国有，所以在继承事实发生之后的15年之内，你要把不动产办好权状的变更，把权状变更完，正式登记到你的名下，这样你的不动产才不会有被征收的问题。那不动产会有被征收的问题，钱会不会有被征收的问题？钱的部分，银行才是保管你钱的人，银行没有权利说没有人来领钱，我就要把这个钱拿走，银行没有这个权利。所以银行呢，除非今天你已经过了20-30年、30-50年，已经到账户结清的那个时候，都没有人来结清，银行才有权利把那个没有结清的钱提存在法院里面，让继承人随时来领。否则呢，账户只要没有被结清之前，银行没有权利直接把里面的钱拿走。所以继承有没有什么时候一定要办妥？要区分，你要讨论的是不动产还是动产。如果是不动产，6个月内你要把权状过户好。如果你没有过户好，第7个月、第8个月你才去过户不动产，那个地政机关会罚你钱罚的也不多啦，顶多几千块，1-2千块、2-3千块左右而已罚的钱很低，没有很高。6个月之后再办，顶多罚钱。但是你的不动产如果超过15年才办，会有什么问题？国家可能会征收。这个是不动产的问题。其他呢？其他就没有一定规定要在多久时间之内把继承登记或者是把银行的钱领出来，没有，其他的部分没有这样规定。你想要快点领，可不可以快点领？可以，有很多继承人，就是很多继承人，大家要达成共识，要写一张协议书，一起去银行把钱领出来。如果很多继承人之间没办法达成共识怎么办？你要跟法院请求，什么？因为我们没办法达成共识，请法院帮我们分配。法院最后就会下一个判决帮你们分配。下了判决之后，你就有权利直接拿着法院的判决去跟银行讲，法院已经说我可以拿了，请你把钱给我。拿着法院的判决去地政机关，法院已经说我的比例是多少了，请你把这个房子、这块土地多少的权利比例过户到我的名下。所以没有一定要在几个月之内办妥，只是在不动产里面6个月之后你才办妥，会有罚锾
罚不多1-2千块、2-3千块，超过15年都没有办妥才会被国家机关征收。银行的钱、动产、存款要领出来，没有这个罚则的限制，也没有时间的问题。这样有了解吗OK， 谢谢老师。好，可以那我们就还有问题吗？没有那我们再接着讲遗产分配的次序。刚刚讲第一个跟遗产分配有关系的，你要先了解遗产分配的次序。遗产分配的次序，在有配偶的情况下，配偶有权利先进行剩余财产的分配。这刚也跟你们讲过了，在法律上面配偶进行剩余财产分配有什么实益？有一个很重要的实益配偶进行剩余财产分配，这个钱是照顾谁？这个钱是配偶一直跟你经营家庭这一段时间，他所付出的这个心力的一个价值，他所付出的心力的价值，有权利从你过世之后的财产里面先拿一部分走，拿走的这一部分是不是遗产？很重要的观念配偶先拿走的这一部分不叫做遗产，配偶先拿走的部分不叫做遗产，它叫做剩余财产的分配。所以配偶先拿走的这一部分会不会是遗产税要计算的范围？不会，对，没有，这个很重要，这个是一个节税上面可以利用的手段。如果今天先生很有钱，太太名下没有钱，当先生过世了之后，如果先分配一半的财产给太太，遗产税会把太太分配走的那一半全部都扣掉。那遗产税要算哪些？太太拿走那一半之后，剩下来的那一部分才是遗产税要计算的范围。所以有些人名下有土地，那个土地的价值可能刚好有都市更新啊、都市计划啦，做了捷运啊、开了新的道路啊、重划区什么有的没有的，造成那个土地的价值一涨一大堆，涨很多啊。要节税要怎么办？来不及在生前做规划，来不及规划好，来不及减税了之后，你就要懂得利用剩余财产分配的方式，让太太拿走那一半，把那一半剔除在遗产税的范围之内就有效率，可以大幅度节省遗产税的这个计算标准。太太拿走那一半之后，剩下来的那一半才叫做遗产，才是要缴遗产的范围那个遗产要怎么分配？太太如果有份，一样可以再拿，跟其他后面次序的人，看后面次序的人是哪些人，照他的次序去做比例的分配。次序的不同会造成比例分配的不同。比例的分配怎么算？你都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比例的分配我们把它叫做应继分。当配偶跟小孩子一起继承的时候，配偶已经先拿走一半注意前面配偶拿走的那一半叫做剩余财产，剩下来的那一半叫做遗产。那一半的遗产配偶还可不可以拿？还可以拿，因为配偶是什么？继承人之一。但是配偶可以拿，要怎么拿？要看跟配偶一起继承的人是谁，比例会不一样。譬如配偶跟小孩子一起继承，比例怎么分？配偶跟小孩子大家的地位都一样，所以应继分的比例平分，对，照人头分，几个人头就分给几个人。配偶如果跟父母一起继承，或者是配偶跟这个过世的先生的兄弟姐妹一起继承的时候呢，配偶的比例会比他们还大。配偶可以拿多少？配偶可以拿1/2。配偶拿走1/2之后，剩下的那1/2才是父母或兄弟姐妹照人头去均分。如果今天父母也过世了，过世的那个人名下也没有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会造成什么？配偶跟祖父母，过世的人的祖父母共同继承。你可以发现随着关系越来越远，那些越来越远的人他可以拿到的份是什么？越来越少。一开始小孩子大家都均分，到后来没有小孩子，配偶跟上一代的父母或者是同代的这个过世的人的兄弟姐妹一起继承的时候，配偶的比例就会变成照人头分，被拉高到1/2，剩下来的才是让父母跟兄弟姐妹去平分。如果今天配偶呢再跟更远的被继承人的祖父母共同继承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配偶的应继分就被拉高到2/3，剩下来的1/3才是祖父母去继承。这个叫做法律上规定的继承比例。这个继承比例啊，可不可以做调动？可不可以做更改？可以，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堂课要讲的重点。这个法律规定的比例，如果你想要做调动，跟你想要做更改，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现行法只跟你说你要用遗嘱的方式来做，你要自己立遗嘱，立遗嘱才可以去做法定比例的更改。如果你立的遗嘱无效，或是你立的遗嘱有瑕疵，会造成什么结果？遗嘱无效，遗嘱有瑕疵，就导致你分配的这些比例怎样？通通都无效。你分配的比例无效，那怎么办？那我就回过头看法律怎么规定，所以才会衍生刚刚那些案子，邱黎宽的案子，他有什么？可能有父母或者是有兄弟姐妹，但是那个邱黎宽的老师不把财产留给他的父母，也不把财产留给他的兄弟姐妹，他选择把财产留给谁？留给公司跟邱黎宽。对，问题就发生了，他的家人、父母跟兄弟姐妹就会出来争执，他的师父做的那个遗嘱有瑕疵、有无效，你邱黎宽，你公司没有权利拿走这些财产，要回归到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把那些财产拿出来还给我过世老师的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过世老师的兄弟姐妹。长荣张荣发的案子也是一样。张荣发，你们如果有看新闻我们等一下最后也会看到，你如果有看新闻你就知道，张荣发说他的主要财产都要给谁？给他的第4个儿子张国伟，去外面开星宇航空的那个张国伟。如果今天爸爸说我所有的财产、所有的钱都要给我的第4个儿子，你是大儿子、2儿子、3儿子，甚至你是爸爸的太太，如果你们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的话，你会不会不满意？一定会不满意嘛？好几百个亿的财产呢，为什么只有第4个儿子？为什么只有你老四张国伟可以拿，其他人为什么都不能拿？为什么？我对爸爸一样尽心尽力啊，凭什么你一个人拿那么多？如果今天你立的遗嘱有瑕疵，或者是有不公平，造成其他人有争执的空间的话，像这种张国伟的案子啊，就会衍生什么新闻嘛，社会事件嘛。张国伟的案子啊，张荣发的遗嘱有什么问题？我们一样下个礼拜会跟你们细讲。再来看刚刚讲，你可以做应继分法定继承比例的调整。除了应继分之外，你还常常听到一个特留份的概念。什么叫做特留份？特留份讲的就是法律的保障保障什么？我要给继承人的最低限度。你要怎么调动每个人的比例，那是你被继承人的想法，你想怎么改你就怎么改。但是我法律特别规定什么？你再怎么改也不能改得太过不公平。你要保留给每一个是你的小孩的人，或者每一个是你的父母，每一个是你的兄弟姐妹的人，他们都有一个最低限度可以拿到的最小应继分。这个最小应继分在法律上的概念，我们就把它叫做特留份。为什么？因为特留份我今天我的爸爸妈妈过世，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小孩，当我爸爸妈妈过世了之后，我对我爸爸妈妈留下来的遗产，我就有一个什么期待的权利。我既然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第1顺位的继承人，我就有一个期待的权利，我可以拿到属于我爸爸妈妈的遗产。今天既然我对我爸爸妈妈的遗产有这个期待的权利，如果你爸爸妈妈你要做更动的话，你的更动呢不能太过度侵害我这个期待的权利。那法律就特别把这个最小的期待的权利把它赋予一个名词，叫做特留份。简单讲就是最低限度的保障。你如果要调整要调动应继分比例，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调整你调动的比例不可以侵害这个人所可以拿到的最小保障，这个叫做特留份。最小保障是什么东西？最小保障随着你继承的顺序不一样，我们给你保障的比例就不一样。如果你今天是第1顺位、第2顺位，直系血亲就是这个上一代的人过世，他的小孩还有他的父母
这两个呢，小孩跟父母，因为在血缘关系上都是属于跟过世的那个人比较亲密的人，还有配偶也是一样，配偶跟过世的人的父母，还有过世人的小孩，这三个人呢，在法律上面评价的地位相等的地位，所以他们的特留份呢是多少？是应继份的1/2。怎么算？举个例子来给你们听哦。我的爸爸过世了，我的爸爸过世之后，我的妈妈还在，同时呢，爸爸跟妈妈有2个小孩，就是我跟我妹。当我的爸爸过世的时候，继承人有谁？太太嘛，就是我的妈妈嘛，还有谁？我跟我妹妹嘛，继承人总共会有这3个人。那刚刚你又学到，当配偶跟小孩一起继承的时候，继承的比例怎么分？照人头分。所以我可以拿多少？1/3。我妹妹可以拿多少？1/3。我妈妈呢，一样可以拿1/3。那特留份是什么概念？特留份就是应继份的。当今天是配偶，我的妈妈跟我还有我妹一起继承的时候，我们的特留份法律有明文规定，这几个次序的人的特留份就是你应继承比例的1/2。那你刚刚又知道，我们有3个继承人，我们这3个继承人之间，每个人应继承人的比例是1/3。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特留份就会是多少？1/3的再1/2。所以我们每个人会有多少的特留份？我有1/6的特留份，我妈妈呢也有1/6的特留份，我妹妹呢一样也有1/6的特留份。特留份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爸爸如果要做遗产规划，我爸爸如果要做遗产分配的话，再怎么规划，再怎么分配，每个人至少都要拿到1/6。所以你就知道爸爸可以立遗嘱怎么调整。我想要照顾妈妈晚年的生活嘛，所以爸爸可以说什么？我的财产有大部分，这个除了1/6以外的部分，扣掉我的1/6跟我妹妹的1/6，全部的财产扣掉2个1/6后，还剩下4/6嘛。所以爸爸在立遗嘱的时候就可以说，我要把4/6的遗产通通给妈妈，剩下的我的儿子只能拿1/6，我的女儿也只能拿1/6。这个叫做遗嘱的分配，不得侵害特留份的意义。特留份呢，随着你亲属关系的越来越远，法律给你保障的会越来越少。如果是兄弟姐妹，如果是祖父母去继承那个过世的人的财产的时候，过世的人如果立有遗嘱，他就可以把每个人可以拿到的特留份呢，他就可以把每个人可以拿到的部分限定在最低的特留份里面。兄弟姐妹，譬如说兄弟姐妹总共有4个人一起继承，过世的人没有小孩，没有配偶，只有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有4个人，每个人呢可以各拿1/4。如果今天呢，我不想要让我兄弟姐妹里其中的哪几个人拿到这么多财产，我可以在特留份的范围之外去做额外的调动。你看有4个，假设我过世，我有4个兄弟姐妹，每个人可以拿到1/4的财产嘛？1/4的财产，它的特留份是多少？因为亲等关系比较远的关系，它的特留份只有应继份的1/3，就是1/4的1/3。所以他们每个人的特留份是多少？1/4乘以1/3，你就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特留份都是1/12。那1/12呢？我在立遗嘱的时候，只要去保障他们每个人的1/12拿到了就好。我可以哥哥、弟弟、姐姐各给他们1/12，剩下的9/12通通给妹妹，可不可以？可以，因为我已经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特留份的保障。所以应继份可不可以调整？绝对可以调整，尊重被继承人，尊重死亡者他生前意志的这个展现跟保障。他想要怎么分配没问题，你想怎么分你就怎么分，但是你在分的这个过程，在分的这个程序当中，你必须要遵守我法律所保障的特留份的保障制度，因为要去平衡我今天呢被继承人过世之后，我要去平衡继承人可以继承到那些财产的期待权利。只要你在符合特留份的比例之内，你要怎么用遗嘱去做你的遗产规划，那都可以。那都可以。这个就是特留份跟应继份调整的意义。应继份跟特留份调整的意义。那你要想如果今天
你的这个调整哦，你要把应继分做调整，你没有用遗嘱去做，或者是你做的遗嘱有发生瑕疵，有发生无效的状况，有发生瑕疵或是无效的状况。假设你的遗嘱有瑕疵或是无效，那其中呢，你本来的本意就是要给其中的几个人比较多钱，其中的几个人比较少钱。但是你这样的指示如果又发生争议的时候，就像张荣发只给老四特别多，但是他给老四特别多这件事情，在法律上面如果有争执点、有瑕疵的时候，老大、老二、老三，甚至这个张荣发的太太如果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出？当然可以。为什么？因为你前面你规划你的遗嘱的这个方式有发生瑕疵，既然有发生瑕疵，其他的继承人我就可以选择不接受，我就可以选择不接受。所以你要注意，要特别注意，你要把应继分去做调动。你想要给谁特别多钱，想要给谁特别少钱，你只能透过用遗嘱的方式去做调动。如果你遗嘱没有透过遗嘱去调动，或者是你虽然透过遗嘱去调动了，但是你的遗嘱有瑕疵、有无效，这个时候都会造成少拿的那些人事后怎样重新跳出来争执。所以立遗嘱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如果你想要做你的遗产的规划，想要做遗产比例的调整，想要分配的话，你就必须要特别注意立遗嘱的方式。立遗嘱是不是我随便拿起来写说我要立遗嘱这样就可以？不是。我跟你讲，法律规定的遗嘱每一种遗嘱的方式要件都很严苛，每一种遗嘱的方式要件都很严苛，绝对不是你随便拿一张纸来像写日记一样，把我的财产想怎么分配写下来签名就生效。我跟你讲，绝对不是你们要先有一个观念立遗嘱只能照法定的方式去做。法定的方式有哪些？我们下个礼拜会一种遗嘱来跟你介绍法定的方式有哪些。你现在先理解先有一个大概的理解。遗嘱有几种情况，有分通常情况跟紧急情况。通常情况你可以做遗嘱的方式，你可以自己写或者是你透过公证人公证，你自己没办法写，你甚至可以找人代笔帮你写，或者是呢自己写完之后用密封的方式把它封存起来。这几种方式呢都可以去制作有效的遗嘱。但是公证也好，代笔也好，自书也好，密封也好，自书的方式是什么？公证的方式是什么？代笔的方式是什么？密封的方式是什么？所有的方式法律都有规定，不是你自己写的就叫做自书，不是绝对不是，或是你自己密封了就叫密封，绝对不是。这几种方式都有很严格的法律要件，多严格，下礼拜你们就会学到。这个是一般情况用的立遗嘱的方式。紧急情况呢？什么叫紧急情况？医生已经发布病危通知了，人已经快要不行了，但是还留有一些最后的这个自主的意识。在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法律特别规定，你没办法写，没办法看，没关系，你可以用念的，用口授的方式去制作遗嘱。一样，这种紧急情况，这种口授遗嘱一样都有它特别要件的限制。哪些要件的限制？我们下礼拜会跟你们介绍，立遗嘱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刚刚讲，你可以去调整应继分的比例，保留每个人的特留份给他就好，其他的比例你可以去做调动。如果你调动的过程呢，去侵害到某个人的特留份怎么办？侵害到特留份的那个部分会被法律评价成无效，会被法律评价成无效。原则只要有侵害特留份，通通都无效。那例外呢？有些人就是不孝，为什么我还要给他特留份？有没有例外？有，例外叫做继承权丧失的不孝条款。有的子孙怎样？对父母、对祖父母就是特别不孝，我就是1毛钱都不想给他，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侵害到他的特留份，你必须要把所谓的不孝，多不孝，你怎样不想让他继承，你要透过遗嘱的方式把它写清楚，才有丧失继承权的权利。如果写的不清不楚呢，那继承权有没有丧失，到时候一样又会发生争执，一样大家又要去诉讼，又要去打官司解决。
除了立遗嘱的方式之外，或者是你在立遗嘱的当下，你不知道不孝条款要怎么写，可是你又想要自由规划你的财产，想要给谁？有没有这种特殊形态的遗产分配方式？有，我们把它叫做死因赠与。一样哦，下礼拜跟你们讲完遗嘱的概念之后，我们会用特别的方式来跟你介绍怎样不透过遗嘱，但是我又想要规划我的遗产，同时间也不想要受到特留份的拘束，有没有方式可以做？有，叫做死因赠与。这几个关系遗嘱的方式啦，还有不孝条款啦，还有特殊形态的遗产分配，这个死因赠与啊，还有甚至遗产分配，我们应该要注重哪些税务规划这个下礼拜会再跟你们做更深入的一个介绍，那最后呢，你来看遗嘱，就是我刚讲的张国伟的案子，张荣发啦，长荣海运的案子，这个事情发生什么问题？你来看最后这一篇新闻等一下我切过去你们如果听不到那个声音跟我讲一下，如果听不到声音的话，就不看影片我就用讲的，这样好不好？好，我切过去长荣集团掌控消费者判断张荣发2016年入市后留下的遗嘱，将所持有的存款没有声音哦。全部由司张国伟单独继承，因此引爆了一样没有声音对，没有声音。奇怪，那不知道为什么。那你们看字幕好了，这个刚好这一个影片有字幕啦，大家看字幕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看得到荧幕是看得到影片在播的吗？有看到影片。好，那你们看字幕大房老三张国正和二房独子张国伟之间彻底决裂的遗嘱攻防战，历经2年审理，台北地院在3月16号下午2点10分，针对长荣集团声音很小，声音小，字也很小。声音很小。希望我当总裁，我父亲已经讲得那么明白，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了。面对镜头，张国伟回忆过去父亲对于自己的期望，而口中的白纸黑字说的正是张荣发在生前的遗嘱中。影片的音量开大一点点。安排后事，特立遗嘱，将所有的财产全部由死者张国伟单独继承。至于公司业务未来的接班人，指定张国伟接任集团总裁，并且要求所有副总裁要一起共同协助。你现在听得到我讲话吗？可以听得到我讲话可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这个是张荣发在那个时候立遗嘱的那个当下是他的字迹，他自己写下来的遗嘱。那你看到几个点我刚刚跟你介绍，花了那么多时间，我们在讲遗嘱分配的次序，还有所谓特留份的概念。你看看张荣发的遗嘱看起来有哪些问题啊？你从前面来看自己年事已高啦，事先妥善安排后是特立遗嘱吗？来，重点来了，张荣发怎么分配他的遗嘱？所有的财产要干嘛？通通由老四张国伟，然后怎样？独立继承，他没有独立继承份。没错，对，这个就是那个画面又跑掉了，好像刚刚有同学又按到分享。我帮你切回去。好，等一下我帮你切回去。有吗？画面有回来吗？有好，来，我们接着看你来看张荣发自己写的遗嘱写什么？所有的财产都要干嘛？给张国伟单独继承这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特留份嘛。你把老大、老二、老三还有你的太太放在什么地方？老大、老二、老三如果要有意见，可不可以挑出来争执？可以嘛？对，这个遗嘱本身有什么？有违反特留份的问题。那当然，他的法律上的争点不只有违反特留份的问题啦，对方就是这个老大、老二、老三派的律师后面还有去争执争执什么？争执譬如说张荣发写这个时候事实上他的精神状况意识状况已经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认为虽然是这个字迹第一个字迹是不是张荣发的，我要鉴定除了鉴定之外，我还要去争执张荣发那个当下他的这个
自由意志或者是他的身体状况事实上没有那么好，所以我怀疑这个遗嘱是怎样被有心人士对刻意去弄来的，事实上不是张荣发的本意，而且也有违反特留份的问题。因此这个事情就在后面台北地院现在还没确定，我现在还在2审。这个事情因此就在台北地院老大、老二、老三就出来打官司。那你会知道奇怪，张荣发长荣海运一个身价几百亿的人，怎么会不知道这种法律问题？对，没错。为什么他当初可以透过比较不会有争议的方式，或者是他真的不想要让老大、老二、老三有特留份，有没有方式可以做？有，可以做。但是张荣发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那么仔细的去安排？我们不知道，可能他觉得他是董事长，他觉得他是老板，或者是他过于信赖他的小孩子。他认为只要能确定这个是他写的，他的小孩子就不会有争执。但我跟你讲你人走掉了，你不要再想事后你的小孩子或者是你的子子孙孙会怎么样尊重你的意愿。我跟你讲你人走掉了，人意愿有没有被尊重这个事情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啦，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说张荣发当初我不认为是他不知道这个会有问题啦。坦白讲，我自己的感觉，我会认为张荣发知不知道这个会有问题，可能知道会有问题，但是他认为什么？小孩子会尊重他的意愿。我已经把我的意思表现出来了，小孩子就会尊重我的意愿。为什么？因为我在世的时候大家都怎样？和乐融融嘛，彼此之间没有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嘛，所以我张荣发选择信赖我的小孩子，选择信赖我公司的干部。我只要把这个写下来，大家都会遵守。但是你看张荣发的信赖有效吗？完全无效嘛。你自己信赖，结果嘞，你人走了，造成什么结果？你老大、老二、老三家里面怎样打官司打得一塌糊涂啊？每个人在那边争执，我可以拿几亿，我可以拿几亿啊！坦白讲，要不要争？一定要争嘛。你如果老大、老二、老三，你看到遗嘱这样写，老大、老二、老三会不会不满意？绝对会不满意，对，绝对会不满意。所以遗嘱这件事情遗嘱这件事情，你不要看很简单，只是把我的意愿表示出来。只要你没有照法律法定的方式，甚至你有侵害特留份的问题，到后面都会衍生一大堆的纠纷。好，接着你再注意看字幕，我们把字幕看完。顺利接任集团总裁，公司办理痛过，就不会犯第二次的错误，对不对？我这样子我就知道，下次要主权弄回。但是在2016年2月遗嘱一公布之后，张国伟在长荣集团仅当了1日总裁，就被拥有股权优势的大房兄长给拔掉，并且在同年的3月，连原本长荣航空董事长的身份也拿下。从此之后，张国伟淡出长荣集团，成为集团的大股东。在这场长荣争夺战中，首先吃下败仗。遗嘱攻完战场，转移到遗产分配，大房三哥张国正认为，父亲的遗嘱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所立，因此对张国伟提出不道歉，诉请遗嘱无效。台北地院审理认为，张荣发立下遗嘱时，神志与精神状态都相当正常。当时在长荣集团老臣柯立青等4人的见证下，由总裁特助刘梦芳代笔写下遗嘱，最后也在遗嘱上亲自签名，并由公证人现场公证后密封，符合密封遗嘱的相关要件，认定张荣发的遗嘱有效，驳回老三张国正的请求。由于民法规定的特留份要分给其他法定继承人部分，虽然能够获得保障，但这是日后遗产分割才要处理的问题，并不影响遗嘱效力。声音不够大。据本刊调查，张荣发目前申报的遗产约240亿元，声音很小声。国伟先分得另一半120亿元，再和其他兄弟及母亲均分特留份，合计能稳稳获得约140亿元遗产。一旦能够顺利取得，对于刚创办星宇航空就面临武汉肺炎冲击的张国伟，将会是一大注意。我是会复仇的，是不是？没有什么复仇。张荣发过世年满4周年，但遗嘱问题迟迟难以落幕。原本大房和两房也分裂成两派，大房三兄弟更是为了长荣集团的经营权极强，甚至还传出了黑道介入恐吓长荣高层。张荣发在遗嘱中原本是希望子女们能够和睦相处、互相照顾，如今两房子女的事业面对武汉肺炎的冲击，如何能够实现张荣发生前的遗愿？对于大房与二房子女的智慧，将会是一大考验。你看一个这么有权的人啊，身价几百亿的人立了一张遗嘱，以为遗嘱立了之后，大家就会遵照他的意愿。但是你看后续有吗？你认为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之后这几个人的感情还会恢复吗？我跟你讲，不太可能啊！大家已经撕破脸到这种程度了你要说之后感情会怎么样恢复？我跟你讲，不太可能啦。
所以你不要想说一个遗嘱可以有效解决所有后代的这个纷争的争议，没有那么单纯。更何况，假设你今天立遗嘱，连法定方式都不具备，连法定方式都有瑕疵，到时候会衍生后代有多激烈的纷争，内部那个茶壶风暴会有多大，我想这个是不难想象的事情的。所以立遗嘱尤其是立有效的遗嘱，以及遗产要怎么分配这个你就知道是我们你在世的时候可能你想说这个是过世之后才要烦恼的问题，但是我跟你讲你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你会造成日后怎样？家庭失和啦，后代子孙为了这些事情怎样？家庭破裂啊，整天吵这些事情啊，因而衍生一大堆诉讼成本，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好，那这个简单跟你们这个把继承，还有遗嘱，还有所谓的应继分、特留分这些基本概念简单跟你们讲，让你们有个基本认知。那我想这个下礼拜我会再更深入去讲那个遗嘱，所谓遗嘱要制作要怎么制作，法定从事有哪些啊？加上它在分配遗产的时候跟税务规划哪些事情呢？可能又有关联性，你要怎么一并去做设想，一并去做规划？下礼拜再更进一步来跟你们分享。好，那这个影片的那个问题我等一下这个会后我可能再去了解一下，它怎么会只有第一个影片有声音，后面2个影片没声音，我再去了解一下，看这是怎么回事。那看下礼拜能不能排除这个问题至少看影片的时候让这个有声音有声音有音乐这个也比较生动不然说只是听我讲这样看起来比较死气沉沉，比较无聊这样子，好吧？那这个就把今天的课跟你们基本介绍讲解到这边这样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谢谢老师。我有问题想问。来，请说。假设今天这个张荣发他都有把那些特留份，像刚老师说的都有用好，所以那这些兄弟就不能打官司了，是吗？还是可以打，但是如果今天他的遗嘱的瑕疵越小的话，其他人的不满程度第一个不会那么高。而且我在做诉讼评估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完全有效的遗嘱有没有办法完全有效？我跟你讲，绝对有办法。你可以让遗嘱取得非常强的效力，透过公正的方式去做。透过公正的方式去做，你可以让遗嘱取得非常强的效力。但是张荣发没有选择去公正，为什么？因为他想要他的遗嘱保有秘密性。所以我们下礼拜会讲，张荣发做遗嘱的时候，他是用密封的方式做。那你既然选择要密封，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你密封这件事情，遗嘱的内文当下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得到，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检查你里面的东西写的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也因为这样，后面的那些大房、二房、三房的人就出来争执，认为说什么密封的过程我没看到啊，我怎么知道那是不是我爸的本意？我就跳出来讲话如果你是选择用其他的方式，用争议比较小的方式去做，大房、二房、三房会不会比较容易接受？可能会啦，但是也可能不会。动算他们不接受，你用争议更小的方式去做，也会造成也会形成日后这些人官司上面谁胜谁败，我至少心里也会有一个评估。大房、二房、三房为什么会出来打？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遗嘱的密封的这个遗嘱的瑕疵程度，他们认为值得争，他们觉得花钱请律师来打这个官司，他们认为划算。如果今天你的瑕疵越来越小，甚至完全没有瑕疵，他们可能内部就会评估，那我去争执这个遗嘱胜算可能不大，那也不会衍生后续茶壶风暴这些状况不会说一整家的人撕破脸失和来讲这些事。甚至他立遗嘱的当下，如果这些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其实都在场，他直接当面跟大家讲完这些事情，甚至后面这些问题可能不会发生。那当然啦，他老人家董事长可能有他自己的规划，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他已经过世人走了，这我们也不得而知。那我们只能说从事后诸葛的观点来看他这样做有没有问题？我们认为是有问题啦，因为你造成什么？整个长荣集团现在怎样？没办法同心协力嘛，内部就什么分裂嘛。大家整天就吵来吵去嘛，甚至关于一个长荣海运也怎样，大房二房互看不顺眼嘛。当初张荣发在世的时候和乐融融，大家同心协力发展向上的局面就不在了嘛。这个是张荣发遗嘱的问题啊。了解，谢谢老师。好，老师，那请问一下，遗嘱可以同时录影跟录音吗？可以，但是你同时录影跟同时录音不是遗嘱的成立方式之一。录影只能形成一个佐证，只能形成你当下的自由意愿有这样讲过。
但是重点就来了，我刚讲你要去调整你应继分的比例，你一定要用法定的方式去做。你录音录影虽然有讲要怎么分配，但是你没有立遗嘱，后代的子孙可不可以不接受？当然可以嘛。为什么？可是那是录音录影啊，为什么还可以不接受？重点就来了，因为法律现在没有允许你用录音录影的方式去做遗产分配，法律现在只有规定你可以立遗嘱去做你的遗产分配，但是录音录影修法啊，但目前没有进展到这个，对，没有再进展到下一个步骤。你说遗嘱的方式要不要放宽？坦白讲，你问我，我会觉得应该要放宽，因为法律规定的每一个遗嘱的方式很严格，包括说我随便举例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你用自书遗嘱自己写好了，自己写它的要件都一大堆，包括什么？你要开头就要开宗明义讲这是遗嘱，里面的内文你要亲自书写，而且亲自书写的过程，如果你写了3张纸、4张纸，不能经过任何的涂改。只要你有涂改，涂改的部分你要划掉、修正、压日期、签名、盖章，这么多麻烦的事情，老人家在立遗嘱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注意，所以导致什么问题？导致一大堆人立了遗嘱之后都怎样？我子孙认为对没有用，我认为分配不公，我就去打官司，我就去争执，这个就是问题。你遗嘱的方式定得太严格，就会有这个问题。那录音录影就没有修改的问题呀、对，但是问题是法律的，有提到说紧急状况，那录音录影也很符合紧急状况啊。重点来了哦，那个紧急状况必须是它已经有类似生命危险这个概念，不是说你随便说我现在有紧急状况我就有紧急状况，不是有多紧急，这个权限是判断的权限是保留在谁身上？判断在法官身上。我们下个礼拜会讲那种紧急状况法律还特别做了一个规定，规定什么？紧急状况消灭后的3个月内，你如果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制作遗嘱，你要用其他的方式制作，不能说我紧急状况做了就一直以那一份为准，不行。你看法律的规定这么严格哦，包括说我那个时候病危，我做了一份录音录影的口授遗嘱，结果怎样？我病危之后怎样？康复了，我好了，那口授遗嘱可不可以继续存在？你好了之后过3个月，你要把口授遗嘱改掉，如果你没有改掉，那一份就会失效，你就知道有多严格。所以录音录影不是一个，因为现在是3G 时代了嘛，录音录影又是本人的声音，他不管精神状态如何，他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方式去进行的。对，目前不行。比你手写这些那么多争议来的更减少争议了，不是吗？录音录影你要说他都没有争议吗？我坦白讲，其实也会有一个问题啦。譬如说什么，我有人在后面啊，我拿刀架着他，或者是我拿刀架着什么他的配偶或者他的谁啊，在镜头外面威胁他，会不会有这个可能？也可以。对，没错，也会有这个问题啊。没错。那至少争议比较少。是没错。我想老师现在时间快12点了，是不是非常谢谢老师？我想我们留到下个礼拜7月7号，然后再请老师来演讲，好不好？因为再问下去可能会超过时间。那个同学有问题想要问的，你也可以先写下来，先留言。那我下礼拜呢，你们可以给那个教会这边，他统一给我可以统一呢，比方说回信啊，或者是打成答案，把讲义寄给你们，那都 OK， 好不好？好，谢谢老师，今天收获满满，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非常谢谢帅哥老师那么精辟的分析，我们听过的是最棒的一个老师，好棒，谢谢你，大家鼓掌。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同学，我们下个礼拜3 7月7号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教室，我们就是一样有这样的法律课程，然后是这次课程的延续。如果同学上课的一些内容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想要重听，那可以到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脸书，那上面可以 FB 直接搜寻，那上面有今天课程的同步直播。那就是如果还有什么其他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就是私讯给我。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线上见，谢谢老师。好，各位再见，谢谢，下礼拜见，再见。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刚刚那个影片那个声音其实是有，只是很小声，音要开大最大声还是很小声？那你方便给
给阿卢连结，然后到时候再 PO 到群组给大家吗？可以啊，我那个投影片其实也可以直接给你们，但是那个你们有电子邮件信箱吗？因为那个连结都在我投影片里面。OK， 阿卢有、因为刚刚同学也有一个人有留说，可不可以给那个档案？那在可以啊，对，投影片档案嘛，对不对？对，可以，这没问题。好 ，OK， 那老师谢谢你哦。好 ，OK。好，大家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哦。好，拜拜。下礼拜请大家提早上线哦，大概是10点。在那个通话讯息里面有。我已经封上去了，你们可以点在通话信息里面。老师，你在上课的时候，如果分享画面声音不清楚的话，依照我的经验是，请你把你自己手边的麦克风先关掉，然后把那个 YouTube 上面的声音放大，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听到。那我现在试验一下好不好？我现在试验那个在线的人听我一下。先听我讲完。当你在分享画面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麦克风关掉，然后那个 YouTube 的声音就会整个放出来，要不然它都放不出来，因为你会同时2个会声音会收音的关系啦。哦，对，那我现在所以说你要先把你的麦克风关掉，然后把 YouTube 那边的声音放大，然后声音整个就出来。当影片结束，你再把你的麦克风打开就可以了。好，那我现在试一下，你们谁帮我听一下可以吗 ？OK， 可以，我们都在线上。好，我马上试。啊？然后就放个一直充电，100%的电，然后又可以降那个。对啊，你那边好清楚哦。其实这个我有没有关掉啊？有吗？刚有声音吗？没有，影片还是没声音，对不对？对，就是这样操作。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其他同学你上的时候非常的那个音量非常多，太多杂音的话，你可以做 all muting 的动作。那 all muting 的动作可能就是请阿卢那边下载另外一个 all muting 的那个程式，然后你再把那个 all muting 的那个开关给按掉，然后你就会很清楚的呈现你所有你在讲还有你放影片的声音，音效就会很清楚。好。还有就是在使用上，如果右下角，你如果用电脑版的话，右下角有那个即时通讯的版面，那里可以打上你所想要知道的，或者甚至老师你的连结可以直接摆在上面，传送出去，学生可以在那边去截录下来，自己再去做整个画面的事后的观赏这样子。好，这个我知道了。OK， 好。请问一下，下个礼拜的代码跟这礼拜一样吗？对，一样。那都是10点半。对，都是10点半。好，谢谢。那同学再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课程有同步录影，所以如果你的视窗没有想要露脸的话，其实可以关闭视窗。好的，还有没有问题，或是可以给课程建议？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第一次录，没有了哈。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谢谢大家了。好 ，OK， 谢谢老师，好，拜拜。课程很精彩，对，很精彩，收获满满，而且讲得好清楚，谢谢。好，拜拜，拜拜。